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3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，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亲近主。咱最近拢咧讲到大灾节期，当然咱知是咧纪念耶稣基督禁食40天了后。接受到撒旦的试探，这个节期，基督徒伫这段的期间，拢用禁食、读经、祈祷来反省家己，目的就是要互基督徒会通伫反省家己，来甲主来当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靠着主来得胜。先伫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提到着上帝要责备撒旦，所以呢，人就爱亲近主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上主佮互我看到大祭司耶稣亚徛伫上主的使者的面前，撒旦徛伫约书亚的正边，要甲伊控告。上帝对撒旦讲：“撒旦，上主甲你责备，竞选耶路撒冷的上主责备你。这个人兼毋是对会中抽出的一块柴。”耶稣穿垃圾的衫，徛伫使者的面前。使者甲遐个伫侍候的讲，甲伊的本色衫脱起来。上主甲耶稣讲：“我已经除去你的罪恶，我要甲你穿礼服。”上主吩咐着用清气的礼帽甲伊戴伫头壳，因就甲伊穿礼服，戴清气的礼帽。迄时，上主的使者徛伫边仔伫看，上帝的使者警戒耶稣讲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你若遵守我的道路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当管理我的殿，固守我的城。我嘛要互你伫遐的侍候者中间自由出入。”大祭司耶稣你甲坐伫你的面前的祭司的判拢着听。这个人是将来要发生代志的条头，我要互心意，就是我所竞选的王来临。你看，我伫耶稣面前下一块有7蕊目睭的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“看咧，我要伫迄块石顶面来刻字做证，要伫一日内撤销这个地的罪。伫迄日。”恁逐个人会请厝边来葡萄树骹甲无花树骹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彼得写互这个基督徒的勉励中间嘛提到，耶稣基督是活着，所以呢，虽然伊去互这个世间人来弃绝，但是伫上帝的眼中，伊是宝贵的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就应该爱亲近主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到21节讲：“着亲近主，伊是活着，虽然互人弃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，看作宝贵。你嘛着做活着，互上帝用来起做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”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咧，我要伫锡安迄一块石，受拣选宝贵的触角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块石要对恁这的信的人是宝贵的，毋过对毋信的人，起初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。伫别位有记载，这块石是绊脚石。是互人绊倒的石，因毋顺按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。毋过恁呢，你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
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，即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恁伫即个世间做骄民，做假脚的，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互即个情欲不时地攻击灵魂。恁伫为神的中间，就爱有好行为，互遐会诽谤恁的歹人通看见恁的好行为。伫主来临的日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恁着顺坦人一切的制度，无论是对上悬的统治者、君王，还是对君王所派来奖励最好的人。生活最歹的人的官长，拢就是安尼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伊爱恁最好，互无知识的戆人无话通讲。恁做自由的人，毋通用家己的自由邪恶做借口，着做上帝的仆人。恁着尊重所有的人，着听兄弟姊妹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。恁做仆人的，着恭敬顺从恁的主人。若对善良温和的主人，连刻薄的嘛着安尼，拄着就应该受的痛苦。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来忍受，是通称赞的。你若做毋得，互人拍来忍受痛苦，有甚物体面？毋过恁若最好来忍受苦难，这是上帝所称赞的。为着这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安尼为着恁受苦，流模样互恁，要互恁通对伊的脚步。诗篇17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干燥的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。求你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暝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团的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嘴有过失。我遵从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，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，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也堪伫我伫你实下，求你互我脱离抢劫我的歹人，脱离围困我要害我性命的对敌。因太爱怜悯的心，因的嘴讲骄傲自大的话，因对入我，现在围困我，因直直上要甲我摔倒伫涂骹，因亲像狮小想要拆碎我，亲像猛狮埋伏伫长等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对付我的对敌互因来屈服。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脱离歹人，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，脱离伫现世享乐的世间人。你用你的财物长满因的腹肚，连因的囝儿嘛长甲巴巴，阁有剩通留互因的子孙。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行为正直。我困醒时，你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主圣事救恩，互阮会通对耶稣基督领受救恩。恳求主你坚定阮的信心，互阮会通亲近主，靠主得胜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